先一开始来关心印尼反政府的示威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，也毋过即阵印尼的总统是无咧插因国内的乱，照常去中国要参加中国伫今仔日的93阅兵。早起9点，也就是即阵，北京天安门中国当咧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发表讲话，也若昨暗伫广州是传出无差别攻击，有一只车毋知影啥物原因去弄向人阵，真侪人倒伫涂骹，伤势不明。印尼示威活动滚假，警方甚至伫校园附近发射催泪弹。不过，原本因为国内情势，取消参加中国93大阅兵的总统普拉博沃会如期参加活动。印尼国务秘书长证实，普拉博沃站已经启程安顺1日了后回国。包含受高度关注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、国巴总统李亚士、越南国家主席刘强等17个元首，甲南韩国会议长有元氏等人，拢已经陆续到中国。20多位世界头头人拢伫中国北京参加中共阅兵。北京天安门广场会举行纪念大会，卫星头顶悬因看到数百台战车、无人机列队。大秀军事金马，在阅兵登场进前，北京铁路戒备森严，调派武装警察甲警车进驻，国民日常也受到影响。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就必须得现在出去，我们都放假了嘛，就一切配合。规北京拢伫紧张的气氛，不过同一日暗时，网络上传出广州发生无差别弄人事件，一台车为河东大桥一直偏车冲浪真群，一直到差不多4公里外的砖头工棚才停下来，当场有囡仔被弄倒。真侪人倒伫涂骹，伤势无清楚。93大阅兵进前，雄雄的随机伤人案件也引起外界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